大家有冇試過明明瞓夠8粒鐘，起身都係好似俾人打完一鑊咁攰？又或者塊臉唔知做乜，成日爆暗瘡，皮膚又乾又黃，甚至連記性都差埋，好似個人老得好快咁。如果你有呢啲情況，千祈唔好以為只係年紀大啦，工作太忙咁簡單。其實你身體入面可能已經日日夜夜喺度火燒連環船。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身體危機，就係近年日本醫學界成日講嘅慢性發炎。日本名醫池谷敏郎醫生喺佢本著作《抗炎生活》入面就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呢種慢性發炎根本就係萬病之源，亦係令你提早衰老甚至生癌症嘅罪魁禍首。今日我就會用最簡單、最接地氣嘅方法，同大家拆解呢個體內火種嘅真相，仲會分享5個日常生活極之容易做到嘅習慣，幫你吹熄呢個火種，逆轉衰老體質，反廿零歲嗰種活力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到底乜嘢係慢性發炎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我哋唔小心切親條手指，傷口會紅腫、發熱同埋痛，呢個叫急性發炎。呢個係好嘢嚟嘅，代表你身體嘅免疫系統即時出動，去幫你消滅細菌、修復傷口。但係慢性發炎就完全係兩回事，佢就好似一堆暗火喺你身體最深處、最微細嘅微血管同細胞入面，一日24小時、一年365日咁慢慢燒。你唔會覺得痛，亦唔會好似急性發炎咁發燒，但係你嘅細胞、血管甚至大腦就日日俾呢堆暗火慢慢煨熟。池谷醫生形容，慢性發炎就好似你間屋牆壁入面嘅電線日日喺度漏電起微火，雖然未至於全屋大火，但係啲牆壁、水管同結構已經慢慢俾佢燒到爛晒。等到有一日，你突然發現自己血管硬化，有糖尿病，甚至心臟病發，呢個時候其實你身體入面已經燒咗好多年，去到無可挽救嘅地步。咁點解我哋體內會着火呢？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自己放火燒自己。現代人嘅生活習慣簡直就係為呢堆火火上加油。例如你日日返工，壓力大，餐餐食外賣、飲凍飲、食甜品，又唔做運動，加上都市人最常遇到嘅睡眠不足，呢一切都係體內發炎嘅引訊。特別係隨住年紀增長，我哋身體嘅抗氧化能力同自我修復能力會慢慢下降。由你30零歲開始，呢種慢性發炎嘅速度就會加快，去到40幾、50歲，如果你仲唔理佢，身體累積嘅傷害就會好似滾雪球咁愈滾愈大。好多人以為老咗就自然會有三高，其實唔係人。三高嘅本質好多時就係血管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而導致嘅硬化。所以想要健康，想要凍齡甚至逆齡，第一步唔係去買幾千蚊一樽嘅護膚品或者名貴補品，而係要幫身體滅火。只要吹熄咗呢堆暗火，你嘅細胞自然會恢復活力，新陳代謝加快，人自然就會顯得後生，連精神都會好好多。池谷醫生喺書入面就教咗我哋5個極之簡單，每個人喺屋企都可以即刻開始做嘅抗炎習慣。我哋依家就逐個嚟拆解，睇下點樣將呢5個習慣融入我哋香港人咁忙碌嘅生活入面。第一個習慣，亦係最重要嘅一環，就係控制血糖，戒掉糖毒。好多人聽到抗炎，以為要食好多藥，其實最重要係改變你把口。大家都知香港人好中意飲奶茶、食蛋撻，或者下晝3、4點食件菠蘿油。呢啲精緻澱粉同高糖分嘅食物，一入到身體就會令你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，一下子飆到好高。當血液入面嘅血糖太多，身體處理唔切，就會產生一個叫糖化嘅過程。糖分會同你體內嘅蛋白質結合，形成一種叫做糖化終產物嘅有害物質，英文簡稱叫做亞基士。呢啲亞基士會直接攻擊你嘅血管壁同皮膚膠原蛋白，令血管變硬，令皮膚生皺紋、下垂。更重要嘅係，血糖急升會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，呢個過程會直接啟動你體內嘅發炎機制，釋放大量發炎因子。所以池谷醫生建議我哋食飯嘅時候一定要改變食嘢嘅順序。下次去茶餐廳食碟頭飯，或者去酒樓飲茶，千祈唔好一坐低就大啖扒飯。記住呢個口訣：先食菜，再食肉，最後先食澱粉質。即係話先食富含纖維素嘅蔬菜，用纖維素喺你嘅腸胃入面鋪設一層保護網，減慢糖分吸收嘅速度，然後食豆腐、魚、肉類等蛋白質，最後如果仲未飽，先至食少少飯或者麵。單係改變食嘢順序呢個小動作，就可以有效阻止血糖暴升，直接截斷體內發炎嘅其中一個最大源頭。另外，大家平時最愛嘅手搖飲品，就算要飲，都盡量選擇微糖或者無糖，慢慢幫自己戒掉糖毒。
第二個習慣就係多攝取好油，特別是奧米加3脂肪酸。好多減肥嘅人一聽到油呢個字就驚，餐餐都食水煮菜、水煮雞胸肉。其實完全唔食油係非常危險同埋極度蓄鹽嘅做法，因為我哋身體嘅細胞膜主要成分就係脂質，即係油。你食入肚嘅油係好定壞，直接決定咗你細胞膜嘅健康，亦決定咗你身體會發炎定係抗炎。我哋平時喺出面食飯，餐廳用嘅通常都係平價嘅大豆油、沙拉油，呢啲油富含奧米加6脂肪酸。雖然奧米加6都係人體需要嘅，但係如果比例失衡，食得太多就會促進身體發炎。不幸嘅係，現代人嘅飲食入面，奧米加6同奧米加3嘅比例已經失衡到好嚴重，甚至去到10:1、20:1。要平衡呢個比例，幫身體滅火，我哋就要主動去補充奧米加3。奧米加3係最強天然抗炎藥之一，去邊度口呢啲好油？慈谷醫生極力推薦大家多食深海魚，好似三文魚、鯽魚、沙丁魚等等。如果你平時好少煮飯，成日要食外賣，亦可以用亞麻籽油、紫蘇油或者合桃來補充。好似慈谷醫生咁，佢自己每日都會飲1湯匙嘅亞麻籽油或者紫蘇油。要留意呢啲富含奧米加3嘅植物油係非常驚熱嘅，千祈唔好用嚟炒菜或者煎炸，否則會變質。最好嘅食法係將佢哋直接淋喺沙律、納豆、豆腐或者飲湯嘅時候滴幾滴落去，用好油去代替壞油，就等於用乾淨嘅水去清洗你血管入面嘅污垢，將發炎物質通通帶走。第三個習慣就係每日行多幾步，消滅內臟脂肪。好多人都知肥胖有害健康，但原來最毒嘅唔係你手臂上嘅拜拜肉或者大腿嘅肉，而係藏喺你肚腩入面，包住你啲內臟嘅內臟脂肪。醫學研究已經證實，內臟脂肪唔單止係儲存能量咁簡單，佢其實係一個巨大嘅發炎腺體。當內臟脂肪堆積得愈多，佢就會源源不絕咁分泌大量嘅發炎細胞激素，好似腫瘤壞死因子、白介素等等。呢啲物質會隨住血液循環流遍全身，直接破壞你嘅血管，增加患上心腦血管疾病嘅風險。簡單嚟講，你個肚腩愈大，你體內嘅火就燒得愈旺。要消滅內臟脂肪，唔需要你去行山行足一日，或者去健身房操到氣喘如牛。慈谷醫生提倡嘅係輕量而持續嘅運動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縮肚步行法。方法好簡單，當你行路嘅時候，一邊吸氣，一邊將個肚腩縮進去，維持呢個狀態繼續行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個肚腩挺出來。咁樣行路可以有效刺激深層嘅腹部肌肉，增加熱量消耗。另外，平時返工放工可以試下提早1-2個站落車，或者唔好搭電梯，改為行樓梯。每日只要累積行到大約8000步左右，你嘅內臟脂肪就會慢慢減少，體內嘅發炎工廠自然會隨之關閉。第四個習慣係好多香港人都忽視嘅高質量嘅睡眠同放鬆壓力。好多人覺得我自己生得壯健，就算每日只係瞓4-5個鐘都冇問題。但係醫學研究顯示，長期睡眠不足或者壓力過大，會令身體嘅交感神經長期處於高度興奮狀態。當交感神經一直亢奮，身體就會分泌大量嘅皮質醇，即係所謂嘅壓力荷爾蒙。皮質醇短期內可以幫你應付危機，但如果長期處於高水平，佢就會反過來抑制你嘅免疫系統，令體內嘅發炎反應失控。同時，睡眠係身體進行自我修復、清除大腦代謝廢物嘅黃金時間。你唔瞓覺就等於清潔工無返工，體內嘅發炎垃圾就會愈堆愈多。要改善睡眠，慈谷醫生建議大家瞓覺前2個鐘頭內，盡量唔好再睇電話或者平板電腦，因為屏幕發出嘅藍光會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，令你難以入睡或者瞓得唔深。你可以試下喺瞓前泡一個暖水浴，或者聽下溫和嘅音樂，等副交感神經主導身體，等自己進入一個放鬆嘅狀態。記住，優質嘅睡眠係最便宜、最有效嘅天然抗衰老藥。第5個習慣，亦係慈谷醫生非常強調嘅一點，就係保持口腔衛生，唔好俾牙周病成為體內嘅發炎源頭。呢個習慣好多人都會覺得奇怪，我身體發炎，關我隻牙咩事？其實口腔係我哋身體同外界接觸嘅第一道防線。如果你有牙周病，即係話你嘅牙齦長期處於發炎、流血嘅狀態。呢啲喺你口腔入面嘅細菌，好似牙齦部分單胞菌，會通過流血嘅傷口直接進入你嘅血液循環系統。呢啲細菌同埋佢哋產生嘅毒素，會隨住血液流去你嘅心臟、大腦。研究已經發現，好多心肌梗塞患者嘅血管斑塊入面，居然可以驗出牙周病菌，甚至連阿茲海默症，即係腦退化症患者嘅大腦入面，都發現有呢啲口腔細菌嘅蹤跡。
所以牙周病絕對唔單止係牙齒問題，佢係一個可以直接引發全身慢性發炎嘅大漏洞。要堵塞呢個漏洞，每日早晚認真刷牙係基本。池谷醫生仲強烈建議大家要養成使用牙線同牙縫刷嘅習慣，因為牙齒同牙齒之間嘅縫隙係普通牙刷完全刷唔到嘅地方，最容易藏污納垢、滋生細菌。另外，最好每半年去見一次牙醫，做一次徹底嘅洗牙同檢查。保持口腔乾淨，就等於幫身體守住咗最前線嘅大門，阻止外來嘅發炎物質侵入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覺得，哇，要改咁多嘢，好似好難過。其實抗炎生活從來都唔係要你一夜之間變成另一個人，亦唔需要你過苦行僧一樣嘅生活。健康嘅秘訣在於可持續性，你可以由今日開始，先做好最簡單嘅一樣。例如今日食晏嘅時候，試下先食菜，後食肉，最後先食飯，或者今晚瞓覺前提早半個鐘熄電話，等自己靜靜地休息。當你做完一樣，發現自己精神好咗，身體輕鬆咗，你自然就會有動力去嘗試第二樣、第三樣。慢性發炎唔係一日形成嘅，佢係你過去幾十幾年一點一滴累積落嚟嘅壞習慣造成嘅。同樣道理，要吹熄呢堆火，亦需要你用耐心同愛心。每日為自己做一啲好嘅選擇，用呢5個生活習慣，一步一步幫身體清走垃圾，澆熄火種。慢慢地，你會發現自己不單止精神好咗，連皮膚都變得有光澤，整個人好似後生咗幾年咁。呢個就係抗炎生活帶俾我哋最好嘅禮物。由今日開始，一齊好好愛護自己嘅身體，吹熄體內嘅暗火，活出最健康、最年輕嘅自己。